Zimon leje kengkangsa. Some kenyi lora la zipa gasika. Nga lo de yi. 俺你做也，罗主错，第一呢录取吧的，阶级咱们来养着，对位，俺这第一个要本的阶级党，咱们这些个啊， Lo tu so. Nganzi sheri ka logon jene. Tering ka nuden so la lo yu shi shi. 这次对恰，匆匆上，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柳枝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吧？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吧？如今又到了哪里呢？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却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8000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流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的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2、3方斜斜的太阳，太阳它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亏大协将，下路比对行也，叫马刚样，用路是为对行也，康比没都这样，下得也比对行也。文将，脑里这位缺记俺来写动，俺最罗大的记下写都没，所以给贵送我来他们，第三的用恭喜的背月，可做容易追送我来他们，大大恭喜的天地，可在俺啦罗大家长这把俺们去。因用你老爸的养家东瓦桥，年中东街了，你老农的学生，得到卡子7天些，将最弄的乱也，你罗大用对这件学进吹的，这没啦，这么又没办就完了，兄弟家鸡，俺中招比绿你俺家冲冲的把戏，小为吃嘛年年的黑龙，一送啊的一送，来个把的配兄弟，一把当来比把那。这道也这次几月，俺们俺让马里弄的空穷呢，牛在连你穿的，你们啦公巴也比，卡入半个西装，俺用没把带动等你哭了。个人的拉蒂查吉，俺去他年沙巴开始用大这些。涔涔，冲冲，姗姗。年年了，在默默里算着，8000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年中东街了，你老农的学生。得到卡子7天些，将最弄的乱也，你罗大用对这件学进吹的，这没啦，这么用没把教啊，兄弟家鸡，俺用招比绿你俺且冲冲的把戏，小为吃嘛年年的很哦。但俺去念的，他念这些过来记得，他念这些。词语解释：涔涔。涔涔就是形容汗水、泪水等不断往下流的样子。冲冲一般呢，俺这东没接触小为难把了些。姗姗，姗姗就是形容泪流不止的状态。年年的一般呢，没接东写最说小进没切把了些。写的什么？语言文化小贴士。匆匆写于1922年3月，恰逢五四运动落潮期。当时的五四知识青年忙于救国，忙于追求进步，他们备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压迫，却没有停止追求进步的脚步。他们苦恼，
彷徨，却在冷静的沉思后继续追赶人生的路。五四运动落潮期的现实情况让朱自清失望，但作者在彷徨中并不甘心于沉沦。朱自清站在他的中和主义立场上，执着地探寻与追求。作者认为，生活中的各种过程都有它独立的意义和价值，每一刹那有它的意义与价值，每一刹那都在持续的时间里有它相当的位置。朱自清给玉平伯的信一文中的内容，朱自清依托春景，激发内心情感，借助想象释怀美好。俺亲娘的，他念啥吧的做下用这些。层层，冲冲，山山，年年了。在默默里算着8000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年中冬节了，你老农的歇松，待到卡子秋天些，干脆弄得落叶，你落得用对吹节歇进吹的。这没了，这么用没把脚啊，肯定接不起。俺种装备，绿你俺且冲冲的把戏，小为吃嘛，年年的很哦。老朱错，前期带领个奴的出马写一选，但俺自举行了啊。老朱座，我个家一弄，冲冲一比他你的工人。C 层层，连这说，年真的接触不错，但俺今年的带领个龙菜奴的用下经典啊。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它们吧？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吧？如今又到了哪里呢？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却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8000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的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2、3方斜斜的太阳，太阳它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老朱错，带领个录着唱的人就建议，打出马 demo 去 demo。